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他的殿中，一同来敬拜他，一同来赞美他。这时候，我们一起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先来跟我们的神做一个安静的祷告，预备好我们的心，准备领受今天他所要告诉我们的，所要教导我们的。我们一起闭上眼睛，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准备好领受上帝所要告诉我们的话。哦，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再次让我们聚集在你的殿中，我们渴慕你的话语，渴慕你的恩典。求你就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不管我们现在的心情、我们的境况、我们生命的状况是如何，主啊，今天我们到你的殿中来，就是要寻求你，愿你的灵充满在我们里面。耶稣，今年是富强教会50周年，有许许多多的活动，每一同在这当中参与了许多的活动跟服事，很充实，但也很疲惫。虽然在过程当中，不一定每件事情都如同我们所想的，就像我们生命当中的所有事情一样，但主，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有你的美意，愿一切都照你的旨意进行下去。主啊，也许在这当中，有人有受伤，或者是有不愉快的事情。主啊，我们将这些都交托在你的手中，因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不是为了成就我们个人，乃是为了要成就你。只愿将最好的献给你。求主看过我们在预备50周年庆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你的祝福跟恩典，让我们明白你所要教导我们的，更让我们知道，在50周年庆之后，不是结束，而是我们另一个新的篇章，富强教会新的故事，我们要继续书写下去。主啊，今天我们来到这里，要继续的寻求你的面，继续渴慕你的话语，渴慕你的恩典。愿你就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看过我们的心如同好土一样，能够领受从你而来的教导，从你而来的祝福与恩典。也看过牧师今天所传讲的信息，使用牧师的口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有从你而来的领受，与你更加的靠近。愿今天的敬拜，愿今天的一切，如同馨香的祭，蒙你的悦纳。这样感恩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在大家站立起来之前，先请各位弟兄姐妹跟你旁边的人说：上帝是我们喜乐的泉源，上帝是我们喜乐的泉源。哈利路亚！这时候请大家一起站立起来。没错，上帝是我们喜乐的泉源。让我们一起用开心的心，大声来赞美，让一起来挥手。是我喜乐泉源，你是我欢喜高原，你是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今世直到永远，你
宝血有能力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我们要高举你的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哈利路亚！我们要欢迎你来临。主啊，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爱我们。主啊，谢谢你用宝血赎回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爱，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生命当中永远的依靠。血赎回我，我怎能有机会重新来过？看见我所有罪恶和软弱，你却用完全的爱接纳我。虽然我曾有事情远离过，但你心事仍紧紧抓住我，学会放手，不再靠自己我，只夸耀你一切为我所做。无价的宝血印出真实的我，多么无价的替换。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成就永恒坚定不移的约，天涯海角你把我寻回。印出真实的我，多么无价的替换。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成就永恒坚定不移的约，天涯海角你把我寻回，耶稣。是心远离过，但你心事仍紧紧抓住我，学会放手，不再靠自己活，只夸耀你一切为我所做。写出真实的我，多么无价的替换。唯独依靠你，
主啊，唯有你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生命的中心。我们的一生要不停止的来赞美你的名，将我们所有的一切，将我们的生命都完全献上给你。让我们继续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谁让太阳升起，照耀着地带来全新生命？耶稣，唯有你。谁让星空降临，让我安然进入甜美梦境？耶稣，唯有你。谁供应我丰足生命？谁看顾了我所需？谁会与我同行，伴我成长，度过一切经历？耶稣，唯有你，耶稣，唯有你。我高举双手，高声歌唱。一生年日，一生尘埃，一切所有，将我的生命完全献上。唯有你配得，耶稣，唯有你。主啊，唯有你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盼望，唯有你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依靠。当我们遇到困难无助时，主啊，唯有你是我们可以寻求的帮助，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高台。主啊，我们要寻求你的面，我们要呼求你的名。哈利路亚！让我们从头再次来上，主啊，谁看见我伤痛？谁看见我伤痛，在软弱无助时扶持着我？耶稣，唯有你。谁平静了风浪，在绝望恐惧时与我同在？耶稣，唯有你。谁担当了我的罪孽？
命的源头，跟随你，我们就必要得着真理与生命。是的，当我们在人世各方面的追求的时候，我们知道唯有主是永恒的，是不变的，是恩典满满的主。让我们用渴慕的心来到你面前，领受这至大的福气跟恩典，也让我们因为在主的生命里，我们就看见我们一无所缺，因为我们也得着生命的力量。感谢主，愿今天的敬拜，每一个人从内心发出了敬拜、赞美、祷告、祈求，都蒙神的应允跟垂听。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弟兄姐妹，我们仍然站着，我们一起要来祈念我们的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一起祈念。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从圣灵感孕，由童真理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人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与死人。我信圣灵，圣公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真理的复活，永远的生命。阿门。请坐。弟兄姐妹，欢迎大家一起来同心敬拜。在接下去的程序当信前，牧师邀请我们等一下这个讲道完了，有这个月的一个医治祷告时间，我们请大家预备心、渴慕的心来到主面前，愿意接受我们同工的服事，将自己的祷告软弱、需求、病痛，求圣灵亲自赐下医治。我们请大家预备好，谢谢。恭受上帝的话，我们看一段圣经，记载在马太福音第6章19节到24节，我们一起来念。不可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地上，因为有虫蛀，也会生锈，又有盗贼破门进来偷窃。要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天上，那里没有虫蛀，不会生锈，也没有盗贼进来偷窃。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眼睛好比身体的灯，如果你的眼睛好，全身就光明；如果你的眼睛坏，全身就变黑暗。同样，如果你里头的光变成黑暗，那黑暗该是多么可怕！没有人能够服侍2个主人，他要不是厌恶这个，喜爱那个，就是看重这个，轻看那个。你们不可能同时做上帝的仆人，又做钱财的奴隶。愿上帝祝福听他话、行他话的人。我们献诗，我们今天请侍从唱为我们献诗，也在首先的诗是“我时刻需要主”。
神，谢谢树丛舟为我们演奏美妙的声音。讲到我们请我们的牧师为我们所分享的主题是登山宝训系列7讲，天上财宝与上帝的仆人。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啊！虽然有台风的消息，但是对我们好像没什么很特别的影响啊。愿大家在这个炎热的暑季，大家出入都有平安，特别是有时候外出啦、旅游啦，得神的保守，一切都平安健康哈。听说最近那个新冠的流行好像又有一些迹象在波动，所以要邀请大家，特别是长辈啦、小朋友啦，在公众的场合，特别是密集空间呢，特别要保护自己的身体啦。如果还是习惯戴口罩也不错哈，因为这个疫情有时候会起起落落的。我们感谢主，今天有我们的这一个四重奏来带领我们来敬拜真的很特别的这个献诗哈。特别会安排他们，是因为我们在迎接50喜年了，有很多事工在持续在预备当中哈。我们的圣歌队呢，他们要负责来练唱这个清唱曲，就是诗篇65哈练了一整年了，至少半年以上哈，很认真在集训，而且下午还要再来练习准备在8月9号我们的这个周年庆已经正式首演的仪式了哈，也是我们50几年的事工一个很特别的音乐的侍奉所以他们会安排不同的单位来服侍，然后他们能专心来练习哈。那我们感谢我们的四重唱四重奏来带领我们敬拜神。那我们也说，好像50几年就剩下2个礼拜了啦哈，好快，时间很快到了哈。大家忙着，好像忙中有序啦，乱中有序，大家各自忙，慢慢已经把这个焦点集中在8月7、8、9有培灵会，还有9号下午有我们的感恩音乐礼拜，还有晚上的餐会。我们为这些事情来线上祷告，也大家预备心哈。我们在分享主话语之前，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一步一步按部就班，为了50几年8月9号的事工慢慢接近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各自预备完成。愿神来悦纳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主面前所做的摆上跟付出，让我们的所做的安排跟努力都有神的保守，一切都顺利，将一切准备的过程感到满满的恩典跟喜乐，也让我们在呈现的时候有神赐福，让我们所做的荣耀你。感谢主，我们要从你的话语得着教导跟学习，愿神亲自来带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学习，就是登山宝训已经是第七部分了，大概还有第7章才能完成哈。那我们可以从这些耶稣很珍贵的教导当中，在生活上能够做实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得着属灵的智慧哈。那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天上财宝跟上帝仆人不过这2个礼拜，因为我们要迎接50喜年哈，我们发现说我们在礼拜当中有很多特别的报告跟事工要进行，所以牧师会把最后一段的暂时省略下一次再来分享哈。那今天的经文是提到了天上财宝跟上帝仆人，然后这个经文里面有19节到24节哈。那24节是单独的一节，又讲到上帝仆人的部分牧师就是能够保留一下，下一次再一起分享。不过我们从第6章整章的圣经大概分成2大上下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隐秘中的私人生活，耶稣在教导的，从1节到17节，他所教导的是有关施舍的部分，有关祷告的部分，有关禁食的部分，那个是属于私人的属灵的生活，或是你的品格的生活。但是他特别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你不是为了要吹嘘吹捧，让人家看见你的好作为，是隐藏的，施舍不让别人知道，
右手不让左手知道。你祷告不用在公众场合大声，好像你很敬虔。你到御密室里面，因为这是你跟神的关系。还有进食，也不要让人家觉得说你的脸都消瘦啦，脸很苍白啦，进食就很辛苦啦，不是为了这个缘故是因为你跟神的关系，这个是比较属于隐秘中的私人生活。那越隐秘，越看见你对神的信心。那今天要讲的是下半段19节左右到后面34节那耶稣讲的这个比较倾向于公共事务啦，因为你是跟人家有接触的部分，就是在世上所参与的比如说处理金钱的问题，处理吃穿的问题，我们的心灵眼光的问题，还有生命志向的问题，这是19到34节所要处理的那从这些经文里面当中，我们知道上帝他关心这两个生活层面，私人的部分、公众的部分。那耶稣也同样提出了这样的呼召，他呼召的大的方向是说，我们要跟那些假冒为善的宗教人士要有差别。换句话说，假冒为善是祷告很大声那一种在公众场合那个施舍敲锣打鼓让人家知道了那个在进食的时候显得说自己有气无力啦，自己多么辛苦啦，进食的多么辛苦啦这就叫做表面跟实际。神是看见我们内心，我们内心跟神的关系。那还有一种是跟那些没有信仰的人不一样，因为他们以物质为优先，追求世上的物质跟富足，那这些都不是耶稣所要求的。换句话说，从第6章的2个阶段，神都用一种很特别的提醒，让我们知道说你是不一样的，你是跟一般人的想法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才说这个是基督徒的价值观。没有人逼迫你这么做，但是耶稣说更好的在这边，你愿不愿意跟随？愿不愿意接受耶稣的教导？那我们今天只分享前面2个部分。第一个是2种财宝的选择，在16章后半段很有意思，耶稣都拿两个，好像一个黑一个白，你要哪一个这个是水果这个是小吃，你要吃哪一个这有时候很好选但是这个部分是很严肃的生命的选择。马太6章19到21节，他讲到财宝，2个讲得非常的仔细清楚。第一个是说地上的财宝，他说不可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地上，因为有虫蛀会生锈，又有盗贼破门进来偷窃。好了，这个听起来好像很严厉的那我不可以有财产呢，我不能有银行的账户呢。有时候我们注意看一下那个文字的细微之间的细微的，他说不可为自己这句话就有意思了不可为自己，那就有很多解释的空间了。那财宝，地上的财宝，它本质是这个样子没错，但是他讲说是不可为自己。那第二个说要为自己，不可为自己，这个时候20节说要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天上，那你没有虫蛀，不会生锈，也没有盗贼进来偷窃。2个讲得清清楚楚，一个是否定的，一个是肯定的都是不可为自己，一个要为自己。那耶稣讲这些话，我们当然知道他的意思比较深入。他的意思是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所以耶稣提出2种选择的挑战2者人常常生活在抉择之间今天要吃西餐呢，还是去吃中餐呢我们今天要去哪里玩去北部去南部很多选择是很轻而易举的，但有些抉择是牵扯到你的生命的根源所以耶稣提出了天上与地下的财宝，这11到21节，2种属灵状况，你是光明或是黑暗，还有2个主人，上帝跟金钱。我说在这24节部分我们要省略下来，因为等一下我们有一些事工要报告
好，那我们从不可为自己积攒财宝，我们一定会有一点困扰啊！我家里啊财产不少哎，我父母竟然留很多遗产给我嘞，啊，不可为自己怎么办？其实耶稣讲的话没有那么的绝对跟那个狭窄。耶稣呢，他没有严令禁止拥有财产或私人财产，整本圣经也是这么讲的。那这样讲说，哎呀，耶稣讲的跟圣经有一点误差呢，怎么办？其实我们就要找到那个耶稣的讲的重点，那我们就会豁然开朗了。比如圣经里面，他还鼓励啊，箴言6章6到8节，他鼓励称赞说，蚂蚁呢，在冬天啊，在夏天的时候就预备好了食物了，因为冬天啊的时候有需要。我们看到很多动物哈。特别是看什么动物奇观那一类的东西哈，你发现说啊，上帝哈其实不只给人智慧，对不对？我们都自己很高傲啊，动物才有智慧，智慧到让你觉得哇，我们叫神奇神奇呀。有一些动物哦，它吃一餐可以好几个月不用吃，鳄鱼就是这个。有些飞鸟就光吃了一些谷物，它可以飞好几万公里。你说他多厉害？是神厉害，神让这些能够存活下来，经过所谓的环境考验的动物能留下来。蛇啦、熊啦、北极熊啦，他们一下子吃的胖胖的胖了好几十公斤、几百公斤，然后又瘦，就不吃好几个月不吃，然后又让它瘦下来。神让这种身体能够存在。我们人啊，一餐两餐不吃就很不舒服啦。好，那蚂蚁聪不聪明呢？蚂蚁是天生的竞争者，它有办法在夏天的时候就积存食物，然后在冬天没有食物的时候，它可以安心的在洞里面或者在泥土下面来吃哈。箴言6章6到8节，他说：懒惰的人啊，要查看蚂蚁怎样生活，向他们学习。他们没有领袖，没有长官，也没有统治者，可是他们在夏天储备粮食，在收割时准备过冬。不过当然第7节这个描述现在科学家研究动物行为就稍微有一点点进展了。其实蚂蚁是有组织的蚂蚁是有蚁王的对不对？蚂蚁是有什么工蚁什么蚁负责守卫的负责征战的，负责扛食物的啦。但这个意思没有改变，是说他们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小动物，但是他们竟然能够做那么美好的事情。第二个是保罗甚至责备那些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信徒他说不看顾自己家的人比那个没信的人还更差更糟糕。圣经这样解释说如果有人不照顾亲戚，尤其是自己家里的人，他就是背弃信仰，比不信的人还要坏。换句话说，你不要说你是基督徒啦，你的信仰多虔诚啦你做礼拜多么勤啦，你连家人都不照顾的，这根本不算比那些不信的人还糟糕就是这个意思。换句话说，圣经里面提醒我们要会照顾家人对家人有责任那第三个，他说我们甚至不是弃绝啦，不是那种好像一种自命清高的远离尘世，然后到野地什么地方去做清修的生活不沾人间烟火，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说要享受上帝所创造的是各种丰富美好的事物圣经文这样说，他说他们禁止嫁娶，禁吃某些食物，可是上帝造这些食物是要给信而明白真理人在感谢后吃的。他意思是在提醒说，有些人矫枉过正了禁止嫁娶啦，不能吃什么东西啦，那种戒律，其实那个是根本违背上帝的意思。他说你要感谢，明白真理人感谢，那就是神给你所赐的食物。第4节是重点，他说上帝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都应该用感谢的心领受，不可拒绝。那从这些圣经的肯定的话语，我们知道重点在于说
上帝所赐的各样的丰盛跟美好，是白白赏赐给你的。重点是你用什么心态去拥有，才是耶稣要关心的部分。意思是说，耶稣也不反对你可能是台湾首富啊，你是全世界首富啊。那守护到底为了什么？守护干嘛？你对人类、对这个社会，你的责任是什么？这反正都是耶稣所关注的。所以耶稣他所禁止的是什么？是为了自私的目的积攒财宝。所以耶稣才讲说，不可为自己，对不对？不可为自己。那为他人可以吗？为这个社会可以吗？为家人可以吗？所以意思是说，你的心态改变了，财宝不是问题，是你的心态的问题。你为自己、为自私、为自己的奢华享乐，他说有耶稣禁止的就是自私的目的，自己奢华生活挥霍。我们常常现在网络那么的发达嘛，很多人就是炫富，对不对？哇，他又换了一辆跑车啦，他的豪宅啦，我们新竹那边好像有一个什么大王的，有没有？天天炫他们的什么皇宫啦，他们吊车有多高啦，我们当然很羡慕，但也知道说他的炫，只要是为社会公益好，我们也就乐观其成啊，会救助社会，会关心这个孤苦的，因为他有这个能力赚钱啦，对不对？好，那耶稣他所禁止的是，人有财富甚至过剩了，但是对贫困者、对身边一些软弱者丝毫无感。我们台语有一句话叫做“假卡中”，有没有听过？就是以前大锅饭，对不对？哇，一咬就有饭吃啊！你都不知道辛苦怎么辛苦，你会关心别人，你会看见大家的需求。所以意思是说，当你的内心被束缚在物质的丰盛、自己炫耀，那就不是耶稣所喜欢的。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啊，不是有一个富人吗？他天天累积财物，说：“哎呀，我的仓库不够装了，我再盖一间更大来装，因为我的财物装不下去了。”然后主就跟他说：“今天要取你的性命，你所有的努力都白费掉了。”所以，其实耶稣在他的教导当中跟金钱有关的、跟财务有关的很多但是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嘛，不是天高地远那种东西。那我们就从这边看到了，归结到一个很简单的结论，就是他看重的是内心。我有很多财富，我又是光明正大来的，没有任何可以不好意思的。但是你对这个财务的态度，你对钱财让别人在那边受苦受冻，你一点感觉都没有，那些钱财对于你来讲就是多余的。如果说你是一个有能力人，而且很多人被你关注到了，那这个财物就变成神借由你来施行很多恩典的事情。所以耶稣强调是内心，他说我们的心总是跟着我们的财宝嘛，无论是在地上或在天上嘛。所以我们看到在刚刚读的那个经文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耶稣提醒我们，人要收集哪一种财宝，其实是很明显的，因为你判断很快。但是重点是在人的软弱，因为地上财宝可能会碰到各种问题本质上也不安全我们之前台湾经过好几波的所谓的物价波动，特别是这个股市的泡沫，一次一次但是你会发现说，大家台语中尬乖，有没有？教不乖不会啦，因为一旦有利可图，你就又重来了。一旦有那种需求，你又整个精神百倍了。但是你学不乖，是因为人的基本上本质上的软弱跟贪取，容易陷入在其中。弟兄姐妹，也因为这样子，主耶稣说，地上的物质，神是给我们任务他说你要会管理我们教会之前好
好几次啊举办的叫冠冕理财，它目的就是这个意思，不是财不好，是你会不会管，你会不会按照神给你的管家的责任，而且让这些钱发挥到最大的用处。好，所以呢，一旦你对物质上的财宝有概念之后，你就会想到，我其他的时间要勇敢或是努力来积聚天上的财宝。因为耶稣说，天上的财宝不被破坏，永远安全。所以我们的努力什么呢？这些就是财宝的一部分。第一个，你是培养发展基督，像基督一般的品格，那是这种基督的品格是你的财宝。第二个，你像哥林多前书13章所说的信心、盼望、爱心的增加，也是你的财宝。第三个，你对主的认识更深，明白耶稣的教导，研读圣经，灵修，跟神的关系更亲近，这个也是你的所谓天上的财宝。第四个是积极传福音，带领人归主。因为主耶稣说，凡为了世上的财物失去的生命，是最没有价值的。那换句话说，你拯救了一条灵魂，带领一个人来归主，那你就是赚了全世界的意思啊！因为神看生命比世界的财物更重要。还有，你有财物、有资产、有财富，那你会运用这些资源去做慈善工作，这个变成你也同样在花钱在运作，对不对？但是这个是在累积天上的财富，因为你把钱用在最有用的生命上面。前不久牧师在看一些短片的时候，有几个印象很深刻。他说，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当时我们的整个中国大陆都还是处于一个贫穷发展的社会哈。那时候有美国的那一些教会的人员，带着当时美国已经发展得非常的丰盛了，他们带着基督徒所奉献的金钱，来到中国大陆，在上海、在广州、在北京，有的开设学校，有的是大学哈，有的是医院，那救了很多的人。其中两个小故事很重要，一个是有一位美国的女医生，她知道说当时在中国没有妇女没有产妇的医院，所以她就来这边开设了妇科，帮助好多女性。因为当时华人还是一种男女授受不亲呢，妇科的问题根本不敢去找医生，生孩子也是在家里面，由产婆来接生，所以很多人要么就是难产，不然就是产褥热死掉，就是生了一个孩子，那就是要拼死拼活了。所以台语有一句话说孩子活下来生下来了，就是那个烧酒芳，烧酒芳的意思就是说，哇，坐月子有好吃的烧酒芳，啊那生不过呢，叫做四块板，4块板什么意思？生命没了。那这位美国的一个女医师，她自愿来到中国上海，开设了妇产科的医院，也改变了很多姐妹她一种错误的观念，救了好多的妇女。另外一个就是北京的协和医院，也是基督徒去那边开设的，美国的。你知道很出名的故事就是孙中山先生不是在那边过世吗？好，我们听到协和，听起来好像很中文哦，其实就是美国人开的医院，在那个时候很先进的医术，帮助了很多的人。当时一个出名的世界首富就是洛克菲勒，他们的基金会用了很多的金钱来中国啊，还包括当时有庚子赔款，有没有？他们用来帮助中国在建设啦，在大学啦，在卫生啦，在医疗啦，很多慈善的工作。那这些美国人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包括我们台湾的宣教，从英国很多宣教士来，他们就是认定了说，我在世上享受一切的美好，当然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能够将我这些美好的资源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那我是双倍的丰盛啊，是双倍的丰盛，而且我也没有失去什么，因为额外的财富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数字，或是一个心中一种骄傲的感觉，没有了，没有其他的。你不会睡2个床吧？房子好几间，你还是睡1间而已啊。问题是在于说你的观念，耶稣所提到的重点是在这边，所以主耶稣提醒说，我们天国的投资没有窃贼能够来偷取，没有金融危机让这些消失掉。他的保证是天上的财宝就是追求安全稳健，甚至是获利最有利的投资。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有点感觉好像我基督徒赚钱是一种不好意思的事。你是赚钱要干嘛才是重要？你赚钱了，让你的家里孩子大家不和，那这样赚钱有什么用？你去赚很多的钱，但是你的身体被弄坏了，那赚那个钱干嘛？你赚了钱，然后你的生活没有快乐，没有喜乐，没有平安，没有朋友，那钱是为了什么？所以问题的重点不在钱多钱少，问题的重点是你的内心，这是耶稣所强调的部分。感谢主，耶稣要讲的一个议题就是眼光跟身体的灯了这个故事我们也讲得很好，容易清楚。他说，眼睛好比身体的灯，眼睛就是我们身体的灯。如果你眼睛好，全身就光明；如果你的眼睛坏，全身就黑暗。好，其实这一段应该是1节的内容了，重点在下一句。他说同样，好，他用眼睛跟身体，对不对？他说同样，如果你里头的光变黑暗，那黑暗该是多么可怕。换句话说，耶稣讲了，你这个肉体的眼睛，那你有没有注意内心的眼睛？你那个内心的眼睛到底光还是暗才是重要的？因为我们肉体的眼睛大家都很在意呀。牧师回来，我们互相教会觉得最大的一个方便是刚好回到富强的时候，眼睛开始有变化，因为年纪到了，开始有那个白内障在记得早几年前牧师要看那个荧幕的字看不清楚摘眼镜也不行，戴眼镜也不行那是很困扰，所以牧师才会买这个平板因为字大一点，我在这边看得到，那边看不到，这边看得到。那还好哇，刚好我们对面有一家那个眼科诊所，那赶快很积极，因为很近走过去都到了，看治疗了，手术了，保养了，好像又恢复了，感觉现在比在中年的时候那个眼睛不好的时候现在好像明亮很多。那换句话说，你很注意你眼睛。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牧师这个年纪，都会注意说哪一个医院哪一个医师看眼睛非常帮助。那耶稣在讲说这个故事大家都了解，这个理由大家重点是下面这一句：你的里头变黑暗，那怎么办？所以呢，主耶稣提出了一个对比：眼瞎的人与看得见的人，然后代表居住的光的黑暗跟光明。换句话说，眼瞎跟看得见，黑暗跟光明。所以他比喻说，眼睛是身体的灯。他在讲眼睛像一扇窗，可以让光照进来。这个是很清楚的生理上的解释。那我们都知道，身体做的每一件事情都需要有观看的能力的。我们基本生活上如果身体健全的话，你能奔跑，你能开车，你能过马路，你能煮饭，你能绘画，你甚至可以玩游乐器材你可以欣赏这个世界美好的风景所以说眼睛照亮了身体所做的事情。不过我们知道，很多人可能因为视力有问题，那你会觉得哇，世界上如果看不见，真的是很可怜。是确实如此。所以我们长老教会是最早在甘伟林牧师的时代就开设了一个盲人学校，就专门关心这些盲人他们怎么样在社会上生活。所以甘伟林牧师在当时呢，就是跟巴克里牧师那个时代的，他从英国引进了所谓的点字。我们知道那个
他要手那个纸厚厚的，要点那个洞，点那个孔浮出来的，你一摸才用手去摸，知道这个字的符号，知道内容的意思。他当时是在哪里？是在现在的我们现在北门路那边，不是有一个老唐牛肉面吗？有没有？那边以前有一个庙，那个庙就是甘伟林牧师所设立的盲人学校，所以长老教会很早对盲人工作做得很好，甚至引进了所谓的点字法。后来是因为日本时代日本的当时的官员认为说，哎呀，让你们民间来关心这个盲人实在有一点不好意思所以才把甘伟林牧师创设那个盲人学校收为日本自己官员所经营的那所以我们台南有一间教会专门在关心盲人的，你如果有机会到中西区那边有一个叫做永福教会，当初就是一群因为盲人信主耶稣了，他们就把他们邀请在那边成立教会，专门这样方便他们照顾那现在还在虽然教会小小的，但是这个变成一个故事跟见证了那所以盲人看不见，我们认为好像生活上真的很不方便。不过其实如果讲到耶稣讲说你内在的眼睛，那就很有意思了。牧师跟谢牧师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学校那个时候在神学院有一个学长，他是眼睛全盲的，也在跟我们一起读书。然后每次他带圣经，我们一本小表的本子，他就一本很大，跟桌上这一本一样大要摸点字，但他成绩很好成绩很好。他那个时候就会录音，他要把老师讲的话录音起来，回去再慢慢自己做作业。反倒有些学生还问他说老师讲什么然后这位因为从小就失明的这位我们的学长，他后来也是当了牧师，就叫邱瑞渊牧师啦。邱瑞渊牧师这位牧师，他是在我们隔壁的德光教会退休的牧师。他信主的经过你如果去搜寻那些网络很多很感人的故事，但是我是要讲一个小小的点有一次呢，我们在学校里面，不然突然间那个时候停电了他说奇怪，别的地方没有停，怎么我们自己的宿舍有停原来是我们的宿舍那个总开关那应该以前不是有一种叫做什么那个保险丝断掉了那个时候他突然间发现说没有人敢换，因为没有电，没有手电筒怎么换他想透没有办法，他只要等他不能读书啦，要去睡觉等明天啦。突然间有人讲说，来叫那个 Robert 来 ，Robert 就是这个邱瑞渊牧师的英文的名字，因为这个读神仙要学英文，都每一个人要取一个英文名字。同学讲 Robert 这个英文讲得很难讲，就感觉叫做 Roba 听过台南的卤肉饭很好吃他说叫他 Roba， 他说 Roba 能够换，哇，他吓一跳说你眼睛看不见怎么换？他说我就不需要光我不需要光线他就直接他用他的很灵巧的手去换那个保险丝，然后把它打开就亮了。有时候反倒是一片黑暗的时候，眼睛明的人看不见但是这位盲人牧师他看得见，因为他太熟悉那个环境位置了。真的一个微风吹过来，他知道这个窗户有没有关。那这个意思上，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内心里面有一个眼睛。当你不使用的时候，就像你眼睛亮的人不注意开车，还是会发生车祸。我们台湾有一些骂人的话，都会讲说，你没有生眼睛就是在骂人家不看，对不对？他说你眼睛长在背上吗？就是那种骂人的话。但是同样一个意思是说，有时候我们眼睛明亮的人，但其实看事情看不透，那才是辛苦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被骗，投资失利？因为眼睛看得见，内心看不见，是个贪的心把你的眼睛遮盖了。那这邱瑞渊牧师让我们感到说，耶稣讲的，我们很容易理解肉体的眼睛。但是他讲的是内心，眼睛等同人心就是说你把心放在什么，就等于把眼睛看到什么。
同样的意思。所以基督徒要注意到说，你到底的内在眼睛够不够透彻，够不够智慧，够不够聪明？很多人聪明一世啊，糊涂一时哎，因为他以为他自己能掌握一切，却发现那些物质的本质，那些贪婪或是所谓的软弱毁掉了他。弟兄姐妹，诗篇119篇的6节跟10节有这样提啦。他说：“你若重视你所有的诫命，我就不至于蒙羞。我一心要寻求你，使我不配弃你的命令。”这个就在提到我们那个眼光的问题，我们内在心灵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学习耶稣所谓的眼睛，内在的眼睛是什么？耶稣的真正意思是说，我们的眼睛影响我们这个身体，那我们的志向呢？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影响到我们的人生。肉体的眼睛让你办理事情非常顺利，读书非常好，但是内在的眼睛是在影响你的生命，影响你的人生。所以我们才从箴言4章23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所发出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今天读了这2段经文，给我们2个很好的选择，一个是天上的财宝地上的财宝，一个是我们肉体的眼睛，还有属灵的眼睛。我们看见了眼睛，身体带来光明。那我们服侍神，就像天上的财宝这个部分，服侍上帝和人的心智，为生命带来了意义，就像那种内在的光照亮了每一件事情。所以基督徒最大的一个学习就是说，我跟世人一样，我需要财富，我需要物质，我需要生活，但是我把内心看得更重要。我内心的意义，服侍上帝的恩典，比这些世上还更有意义。因为那些会被虫咬，会被贼偷，会生锈，但是我还致力于储存天上的财宝。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学习，就是说，你生理性的眼光能看清一切所做的事，你有一个方向，你知道要往哪里走。但是重点是有灵性的眼光，你的属灵观点正确，你不会被一时的引诱或是一些的压力就放弃了，或是转向了，因为你这个属灵眼光是对准神的，瞄准神的标杆的，所以你的生命就蛮有目标跟力量。愿神耶稣的话语让我们这2段经文得到一个启示，不是说听了就完全懂了，听完了完全都会了，是耶稣告诉了我们一个努力的方向。天上的财宝你到底存不存？你只一天24小时在追求世上的财宝吗？你的眼睛很明亮，戴了眼镜很清楚，但是你有没有忽略到世上很多事情是不是用肉眼去看的，是用心灵眼睛去体会的，去理解的，去明白的。我们常讲一句话说，我明白你的明白。那我们要记得把这句话讲成我明白上帝的明白。上帝的明白才是你真正永恒的明白。愿神透过这些美好的教导，让我们有生命的能力去追求。弟兄姐妹，我们接下来要先做一个医治祷告的时间，之后我们奉献完，牧师有一些50几年重要的事情要做报告，我们请同工来预备我们一起来做医治的祷告我们的敬拜团，我们的代祷团队，我们的长职小组长可以穿着背心预备。弟兄姐妹，你有生理上的软弱，或者有心灵上想不透彻的，你的心灵眼睛好像有点模糊的，到神面前来，勇敢跟神祈求。我们开始来唱这首诗歌自由的灵我们来开始唱的时候，就开始走到前面来。是我自由的灵勇敢的到前面来。我们有服侍同工来预备，来到我的里面，来到我的生活，赶走生活中的忧烦。
宽一点没关系哈，可以站好。这边也可以。我们请服侍同工预备。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小组长，我们的长老执事，还有代祷事工同工。真灵爱死我，你的灵啊，再测试你的灵啊，你的灵啊，我们预备好，还有同工需要服侍的哈。哪里就有自由，世间虽有劳苦重担，求你领来使我自由。我们轻声的唱，我们是那个音乐继续，我们开始请同工，还没有服侍到的，可以一一来为他们服侍哈。有的还没有人的话，可以预备哈。虽有劳苦重担，求你领来使我。我邀请弟兄姐妹站起来，好不好？一起唱这首诗歌。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我们祷告服侍继续。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求你领来使我自由。再一次，你的灵，你的灵啊，还有需要服侍的举手，没有服侍到的可以继续祷告。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求你领来使我自由。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手放在心上，牧师奉主的名来祝福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这一群在你面前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他们有的有肉体上的病痛的需要，有需要看医生继续做治疗，有心灵上的软弱，有睡眠不好的，有生活上的软弱跟痛苦，还有重担的，还有肉体需要继续寻求治疗的。神啊，我们将他们交在你慈爱的手中，愿你伸出你慈爱的圣手，医治的手来医治他们，让他们在你面前，因为有美好医生的配合，有好的医药，能够从他们的病痛得着完全的医治。神啊，求你保守，让我们靠着信心往前走，因为我们知道有神的
带领，让我们台湾的医疗环境非常的丰盛，让我们能够找到理想的医生、适合的医生，来得着美好的看顾。也求圣灵亲自伸出你的大能的手，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得着你天上赐下的医治。主耶稣，你应许我们，你受鞭伤，我们就得医治；你受苦，我们就必得平安。奉你们的祝福，在前面这所有弟兄姐妹，还有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还有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在你面前所祷告呼求的，愿神亲自垂听，愿神亲自的应许。我们知道，我们在人不能，在上帝凡事都能。感谢赞美主，奉主的名祝福每一位，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我们拍手感谢主，谢谢。我们请回座哈，回座。愿神医治，愿神平安跟你同在，哈利路亚。有信心，神就要施下他的大能。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要先进行来奉献哈。奉献完牧师有一个小小的报告，还有我们一些诗歌的介绍我们先请诗会来主持一个奉献后下我们再接下来做其他的报告，谢谢。这是我们来奉献。会众请起立，我们回应上帝的话。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会众请坐，我们请牧师。好，各位弟兄姐妹，牧师先借了我们的终结执事的时间，因为有几件重要的事情要特别做报告了。不过今天我们先欢迎几位新朋友来我们当中，有名单在这里我来欢迎一下第一个是李艳红姐妹在哪边？李艳红姐妹，欢迎你来，欢迎你再来是李大为弟兄，好。李大为弟兄，欢迎你来可以坐着就好，坐着就好。还有张子轩，欢迎你。还有一位是李玉英姐妹，欢迎你。我们感谢主看到他们有几位特别来到面前做医治的祷告，我们确信有信心的祷告，神要垂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来参加我说有几件事情要特别报告。第一个先报告的就是我手上这本书就是我们教会50几年所出版的祷告的树的书已经出版了。那我们就像我们在年底在花月历一样，我们原则上一个家庭要送一本因为我们为了方便我们就请各给你的小组长或是你的团契，这样领会比较方便，因为你有你的名单嘛。但是个别的会友，你个别单独的会友在我们这边正常在聚会的会友，你没有参加团契或小组的，你可以去在1楼的柜台
有在发送，或是到办公室哈。这个是我们这本书印得很精美，是彩色的哈。里面有很多文章我们的编辑部特别要做一个说明，是说，因为你写过来，每个人写文章的角度跟方式都不一样为了让他读得更通畅，有一些文词稍微做一点修改，意思没有改，但是有一些文词的修改所以大家读的时候，跟我刚刚写的好像不大一样，应该不是意思不一样，是文词的描述这是我们编辑小组的功夫就对了哈。我们也感谢我们的代表团队，还有总编辑是山林小组长，还有我们很多12位同工一起投入花了1年的时间编辑耶，我们给他们鼓励一下好不好？好，那这本书是很好的见证。比如说你读完哪一个好的见证，你可以讲给别人听，或是可以 copy 过来，可以分享给大家那么多人写很多美好的见证。那记得我们陆续这2个礼拜都可以领如果说后来还没领到的，就到办公室去领那刚刚我有记到有一件事情特别要报告这一个有没有这个投影片的这个我看一下看一下我们要讲到50喜年的感恩音乐礼拜就快到了，剩下2个礼拜。以前是2个月，以前是2年，现在剩下2个礼拜，就剩下14天而已，很快就到了所以呢，这个投影片这个就是我们要进入文化中心需要拿这张票，然后这个票不是先给你，因为这个票重点不是你买票才能进场，是因为文化中心他们的规定，他们的工作人员说你没票我就不让你进场，所以我们特别印了这一张因为提前发给大家，换句话那天你忘了拿那麻烦了，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形式啦我们请大家记得8月9号要参加礼拜的，我们互相的2点半就要到了，2点到到那个大厅的文化中心前面呢，我们有接待的同工会请你来报到，拿一张票给你，这张票你走过大门，那个工作人员会被你把它截角，你这样可以留下来当纪念。然后进到内厅呢，我们才会发一个我们纪念的袋子，还有里面有程序单因为在文化中心没有像我们这样很好的投影片就是要用程序单来做礼拜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护墙人能早一点到那边有冷气很舒服如果说你比较怕冷的话，也许可以多一件薄薄的外衣可以遮这样就比较方便一点。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下个礼拜呢，我们要特别为50喜年来做感恩奉献就是我们一个奉献主日那感谢主呢，我们的松年团契在去年就预备好了。他们用什么方式来预备奉献呢？他们特别去买呢，去定做了那个竹筒的孟宗竹的大竹筒，挖一个洞，对不对？一节一节嘛。然后呢，他们就把钱一个一个50块50块放进去。然后昨天呢，他们特别把这些竹筒好重的硬币都拿过来，然后这个奉献的祷告，然后拿那个蜡整把它挖开，然后倒钱出来。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是他们全部的那个竹筒放在桌上一起合照的这是个别几个人一起照他们用这个竹筒来放钱你不要以为说这个竹筒能放多少钱哇，我们有长辈他们特别去 7-Eleven 啦，或是去买东西说你找给我50块，他特别只选50块那个红色的放进去一个当，每一天都放到满的时候哇，好几斤重搬不动他们就放到这边，然后由同工把它挖开这是他们昨天他们所做的奉献这些竹筒呢，下个礼拜我们要举行奉献主日的时候，他们会拿几个竹筒来当象征代表。那我们的财务部荣泰长老他们昨天来配合因为那些硬币要算我们没有那个那个计算的机器一叠一叠算，听说还算不完了。这几天还要再继续算，因为下个礼拜才能结账。因为每一个人要标注他奉献了多少，硬币多少。那这个一个很好的模范我们也期待下个礼拜大家有信心跟努力，大家一起参与这个奉献。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奉献袋放在
放在我们的那个奉献柜那边。如果你有招待桌，你可以拿哈，回去预备。下个礼拜我们要跟我们的送年团一起同心来做奉献哈。那我们稍微看一下，这是他们有的是直接用红包了哈，这是他们倒出来的硬币哈。算一算，你不要以为说看起来不多哈，像刚刚这一个右边这一包哈，算一算有3-4万块，3万5，你看光那些硬币有3万5哦，不少啊哈。我看到还有一位松年姐妹哦，她很有趣哦，她没有放硬币啊，她塞500的，500的塞进去，哇，拿起来怎么那么轻？以为是没有奉献，要把它放在一边呢。她说没有，里面有钱呢。她真的把它挖开的时候，所有钱拉出来，500一拉出来，一算空5万块，4万5，哦，5万5啊，真的很不简单呢。而且他们是持续的1年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短片，他们怎么挖开这个存钱筒。那些都是50块的哈，把它倒出来的50块的。好，他们会一包一包，然后结算之后把它清单算出来。那下个礼拜呢，有几个代表哈来一起做奉献主日的奉献哈。好，再下一个图片，一个简单的卡片，一个影片，下一个。他们一起为这个来感恩呐。很不简单了哈，算一算应该不少，他们还没有结算完成哈，谢谢。那我们也特别昨天这个很感恩，好感恩的事情以外哈，我们昨天也动员了100位我们同工90几位34万，哇不简单，奉献团是结算完成了34万哈。我们在松年做模范了，我们下礼拜一起参与到，因为下礼拜我们会请我们的荣泰长老来报告我们50几年做了什么多的工作，花的钱在哪个地方，让大家清楚。是因为大家都有份于这一个50几年的感恩哈。那昨天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大家一起来劳动，我们把100位哈，同工从5楼一直到1楼大清扫。我们请同工自动跑那个照片就好，牧师也做一个补充就可以哈。那请弟兄姐妹珍惜因为我们这个礼拜堂本来就保持得很干净经过大家再一次整理哈，我们发现更舒适了哈。我们现在整个礼拜堂的清洁还缺了少一块，是因为我们这个礼拜堂的外边的玻璃哈。有的高楼的玻璃没有办法出去外面擦了，所以我们可能会再请特别有吊车的来帮我们清洁那个，特别是在楼梯间那个大玻璃哈，把它清洁干净。那大概就是完全洁净。有时候在楼梯间在什么地方一起整理哈，谢谢。你看还有小朋友还有长辈都一起来清扫哈，有的还爬高的爬楼梯的这些。辛苦大家哈，我们为这一群热心的同工，给他们拍手感谢一下谢谢。大概是这些哈。那还有一个小报告，我刚刚忘了报告，因为时间不够。这个报告是这个了哈。你看这个黑黑的什么东西呢？这林清长特别交代，因为他们这个乐团去借了一个很大的定音鼓，这定音鼓听说连这个电梯都拿不上来。他们练习的时候要用了所以不得不放在1楼的祷告室旁边，就是柜台旁边盖了一个大的黑布请大家可能没讲你不知道，有讲要去看，好奇去看。我们注意小朋友不要去撞到，因为那个很贵很贵不要去触摸到他们在8月9号要使用的，在文化中心要使用，就敬拜这个圣歌队还有我们的团队请大家一起配合这样子。好，还有什么事情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我们在50几年的时候我们在会众唱诗歌
除了前面的敬拜团带我们唱诗歌以外，我们有2首诗歌哈，需要会友一起唱。那好像我们平常不怎么唱啊，赶快趁这2个礼拜练习一下。所以这个是要请我们诗琴帮忙。我们先请周报翻开，周报翻开哈。我们翻开第9页，有一个台语的台语也哈，台语我们这50喜年纪念歌啊，是特别请我们的南神的退休教授骆维道牧师所写的。如果你最近才来富强教会，你光看这个歌词你就知道啊，原来富强教会是安尼来。但是时间不够，我只要请大家一起唱2节就好啊，练一个熟悉。记得牧师有发给各群组哈，都有这个歌词、歌谱，还有他的音乐啊，你就按照这个来练。我们当天做礼拜才不会说只有几位在唱啊，大家嘴张开都不会唱，那就很可惜。因为大团体唱啊，一起唱才有热闹嘛哈。所以我们请同工有麦克风的拿着哈，我们来唱第1节跟第5节，练看看，大家熟悉一下好不好？来，我们请同工他起个音。来，第1节啊，台语的哦。1976台南中会50批你写报道所，富强社区儿童军军，医生连地健康照护，历代目标分分无用。建立制度，会有担当，就无移动开音乐班，下情带转向你曙光。要点一点台湾味，对不对哈？看着除了麦克风以外，大家好像也会唱，不错。回去多练几次。我们8月9号要全部800-900个人要唱的。够大声，文化中心才容纳得下哈。那现在唱第5节回家你再按照那个音乐歌词自己唱啊。来，第5节来。感谢上主，阮连念你，因带富强52年，所查标杆，勇敢向前，铁土困境。以上誓言，上主最愿，代代帮赞，最声感谢，阿乐称赞，面对挑战，艰难危机，有主掌管，永远的。哎，棒，不错。除了麦克风以外，大家都会唱哦，请记得5节哦。我们在8月9号那边要齐唱，所以下礼拜我们再唱一次。那还有那个纪念歌，50喜年的纪念歌，我们不是有举行那个甄选吗？有殷家老师他谱了2首，一首是国语的，一首是台语的。其中有一首台语的也要在会中一起唱，所以这个时候再影响大家一点时间。我们要唱这一首什么呢？台语不读哦，不会读的没关系。今继续看，继继续压，有没有投影片？今继续看，继继续。我们呢在群组里面有这个歌谱，也有殷家老师自己配音的。我们有投影片有啊哈，我们刚刚有。好来，那也请同工带我们一起唱这一曲哈，也很有台湾味哦。试看看哦哈，没有歌谱，跟着我们唱。来，很好的歌词哈，我们的信义老师。了荆棘呀的残芽，风吹它后水关啊，一出归依就是心的歌。生生润土，互伊用行，春夏
一满满，我心大欢喜，错落的歌声，主恩典那甘露，赐福拢无煞，敬畏上帝的旨，爱继续行。年年开花，坚实的信仰。如影坚实，为主做工心归我，愿上帝你的荣耀遍满。愿我所行的都在大领，愿心大欢喜，应感谢的时光。上帝旨意的光，永远拢袂花。比出三听的志，爱继续扬，时时见证主听真远我。传承使命，代代坚信无摇转。愿上帝你的旨意得成，愿我所做应当主圣名。不错，很棒哦，哈。不过那一天呢，我们在文化中心呢没有投影片，好像麦克风也不多，但是有歌谱在手册上，所以希望这2个礼拜哈，我们有群组里面都有 po 的那个音档。还有我们的歌谱大家开车的时候，在家里面，在洗碗的时候就把它放出来唱。早上谢牧师在餐桌也是放这个听几次，有味道出来，你就觉得很好唱期待我们8月9号哦，每一个人都会唱唱出赞美主的歌声。我们这一次为了是50周年哦，做了4首歌，一个是金希文教授做了整本的诗篇65的清唱曲，第二个是骆伟道牧师刚刚唱的那一首纪念歌，还有我们有甄选的，我们有信妮老师做了2曲，一个是台语的，一个是华语的，我们有甄选谱曲所以有华语跟台语。那这3首都会在文化中心一起唱。那华语的我们的敬拜团会在敬拜赞美的时候带我们一起唱，期待大家有一个美好的预备，我们一个热情的敬拜那听我们的苏美纪老师说，我们到文化中心就像音乐会的规格，你不能在那里面喝水，也不能用照相机有闪光灯就像一般音乐会的规格就对。但是你用那个密封的水罐是休息的时间可以到外面喝的，但是现场不能喝这样子我们下个礼拜会把我们的所有的桌次表都列出来你报名了，你参加我们的感恩宴席你坐3楼啦，或坐1楼啦都就会坐地下室都会给你安排好。我们做完礼拜呢，会走过来这个长荣酒店有一个缓冲的时间，我们会设计一些面板，让你去拍照做纪念好，时间很不够了，我们就请我们的仲杰执事长做一个读金句的，还有做一些补充报告，谢谢。这是我来报告。我们看背诵我们的金句我们翻开第8页，本页的金句背诵。我们看华语的部分，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必是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是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诗篇29篇11节。那我们简单来做一个报告。下周的服事同工就是我们诗会请张业启执事我们讲到还是我们夏文写夏牧师我们翻开第4页，本会消息第一点是本会定下个主日8月2号举行50年感恩节庆奉献主日。那第2点是下主日8月2号为父亲节跟圣夜的主日。好，第4点是本会定8月9号，刚刚牧师也报告举行了社教50周年音乐礼拜跟餐会。以上我们就看
第5页跟第6页我们自己看。那第7页的奉献的部分，我们大家过目。好，我们那好，有我们翻看那个周报第9页，那个刚刚我们练习的，刚刚我们好，我们刚来最后的诗歌就是我们唱这一首纪念歌，我们从唱第1节跟第5节就好。我可以看第9页，我们站起来做结束啊！好，来。台南中会52批写佛陀所，富强社区日动军军，一生献地结动祝福，历代目标稳稳无忧，建立制度内有担当，就无自动回应甲办，下情大山向你诉。第5章第5节。感谢上主，恩典了你，因传福强52年，所查标杆，勇敢向前，刻苦困境，以上实现，上主最关，代代帮赞。这下感谢，而乐称赞，关的条件关难危机，救主将关延万的你。感谢主，一起来领受从神那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引导，与每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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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请坐来默祷闭会。